那种他懂吗？查那么几年就新西兰给，好的，首先要问候透讲那个过网络收看的啊、皈依处，专也就门做这是僧那么大团道堂，的僧众们，那当然新的是老朱给新年那么当，还有上师、当然诸新的顾、出道善知中啊，识们，比方说做不了了，还有所有的法友们男女那法友们当然什么的原因，问候大家身体那健康。他这里呀，他长个从木腿呢在学路都是差的要吧，那今天继续上次讲这到的 当了，这个段落，告诉爸爸的点别点了一个。所以我们现学在讲到的呢路都是差是的要了。这个护法藏的传承。他准备点了的闲鱼上呢，点了呀，他是成都南边的写的，那么我那们这里有成都南谈到边的写的，北传佛成都教，南边还有的写的藏传佛是，教，还有南传写佛出来不教的多数目主义也主可以学，要的3个传承的因为不同他这里，说法。他那么今点了天呢，呀成都南边首的先会送讲的上的了吧，是北传佛成都南教的边的送上的了传呀，他承说法。那不，他的点了个南头呢送上的学什么去？他这里告诉爸爸的，那呢，给不娘的每个道具当，那么在呢，上一堂课主要讲娘的了这个护每个道了，法藏就是整个衣钵相传的点了我北学的，传的内容。那么今天呢，主要要讲的那的是，我就是点可以了嘛，说是整个北传的基础核心，是依这个《阿育王传》《阿育王经》中谈到的5代护法这样的一个说法。嗯，他讲了呀，我就是卡上我们点了个南头的啥，他讲一弄了所呀，以在上一堂课当中，我点了个们主南头的要谈啥的，到了北传佛教重要的一个文献，他叫做点了个《护法南头的藏因啥的，缘传》。他来穷啊，么样呢？那么，但他到今天要谈的有个呢，是一出点个来个样，可以说是比《护法藏因缘传》继续卡查的要是吧？更早，或者点了说同点了个时期高出来出现的的的，一哎呢，个北你传点了个的道具，北传佛教的重要娘每个道文献，具啥的，就是首成都的先第一个是佛呢，《阿育王传》。的西经知道吧？那这那部文个献呢，它安法是签啥的，西晋的那这时候一位里就是叫安法中间清他也有啥，翻译的，就是啥吧？大概那里头是的娘在这每个道个3具啥，世纪的给不时候娘每个道具翻译的，啥就有了。然后当所以这是然因为第一部叫《阿育给不王传》。娘每个道啥去，的两件的另外呢，还道具有一怎么样？部叫《阿育王那呢，经》，那边三件块钱啥的，那它是在都梁是都啥朝的去，对一不起，位叫给僧伽婆罗翻译的，俺的演员的话，都他差的。大概是在5世纪左右第一翻译的。兄弟我的，俺点别点了我个写别个样，兄开什么这差的，开什么你差的啊？那是，所以这是北传佛教里他那面比较兄弟兄重要弟的两我的，部文献。俺缺个娘爱买个这个同样呢，这两三个部月都给文献，了呀，也一个是研是啊，他究我们以前给说阿育个说的王这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佛教历史最重开要的这心不？俺呢，个资料。他的娘爱买个道具很多，对，来老师去不呀，熊西那的，那么，陪是除了这中间两演员的部这呀，个典出籍文了出献之那的外呢，上上路的那些另外还有一翻译道部具啥的，是大概这边是应该是亚贝这用的，2世纪、2世纪时候出讲现的亚贝这用的，一个梵文的送上路文献，的呀，点了叫个做《天高的，譬喻》。一点了个高的，给我娘那爱买个这里面呢，道具当，也记载了有中间关护法藏的那些的这个用的呀。传承。那这里面的内容跟《阿育王传》呢是他基本给我上是娘爱买个相符的。道具当，给我娘爱买个道具，所以我们就因为回到那的《阿育王传》书签那个点还有了《阿育王个高的，经》他卡这两部上点了个文献。南头的，你送不的那书的那边点了个这里样子，都是面要吧？所记载的这个护法的那传承衣钵的中间都是，传承，这个谱他点了很系高，和我们上一堂课里面讲到的没有那么多，他点了它比较很高的简洁，原因啥呢？所以主要是讲了5代的那么的，传承。他点了我不的卡的水平呢？哎呢，送钱不钱，所以这五送代的第一不钱，第一代就是大迦叶，再来是俺呢，阿难，但你们恐怕的呀，得说的，再来卡我跟真是啊，对接的收益。但的呢，送的，再来一位是相当于亏钱钱，希望的年呃买钱，俺不的商那呢，和修，啊，再来是优波居啥的，多，带着再来你也是说不起有的地底迦。要了吧？挺难的，对的，年的别啥的，
아니 다른 양해매 그 도저를 수업에 공대들 제비나 아니 최근 양해매 울러 차대요. 다 뒤나네 那么这里面那位叫优波 니모 居 공부하시지 多， 니모 공부들이 里面记载说他是阿育 도다도 王的 제시도 这个国 도다리 师导 장소를 师。 진전시어 봐. 되게 쉬나 那 sometimes. 这里呢，我们把阿难这里括号后面有写了叫墨田底迦有 다 做一个 공도 括号， 쉬베기 原因是什 양해매기 么？ 도저에다 양해매가 돈이게 나로네. 就是因为呢，在上面 아니 这2部文献中有 샹의 的记载， 괴시기 채로 니모 공부하세요. 这个墨田底迦他是 마디안티가스야. 마디안티가스. 商那和修的同门 개봉 师兄弟。 그래서 벽에는 니모 공부시고 봐. 다 니모 공부셔야 돼. 지단 채비는 또 군거 꾸시가 나면 될이야. 아니 제수 송에 로만도 붙이. 드르지 차대 요르스. 안 다나신 될이야. 땜바땜바서야. 저기 니주지 다도 이제 뒤니부 나는 용디 요르. 다나신기 아니 군거 위기 다 마음 발에 결혼 아니 가시 유리 친제 아니 겨에 땜바 那么 就是真正干那边过真正用的要的。因为这2部记载墨田底迦他是商那和修的同门师兄弟，是阿难临终前的一个弟子，所以阿难呢临终前将这个教法交付给他，并且告诉他说你要到克什米尔去弘法。但是关于这个墨田底迦跟商那和修还有优波居多之间的关系直接的关系并不是很明确的。那么阿育王经呢，在这方面的记载是存在了一些矛盾的地方。那主要是哪里呢？因为一方面呢，在这个提多迦这地底迦叫提多迦，他在接受教法的传承的时候呢，这是由阿难传给墨田底迦，商那和修再传给优波居多。所以呢，这里面有记载，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就有记载说是阿难他直接传给商那和修，他没有经过墨田底迦，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记载说，大迦叶呢将教法交付给我而入涅槃，就阿难说，我现在将要入涅槃，你必须承担并守护佛陀的教法，所以这是直接跳过了墨田底迦，传给了商那和修。所以这2者之间是有很明显的一个矛盾的。另外呢，根本说一切有部杂事中呢也有记载。那这一段的内容是说，世尊涅槃满100年后将有一位名为墨田底迦的比丘出现，那么他将会弘扬此教法。因此呢，这个海尔你应该要弘扬教法。有这么一段话。另外呢，《阿育王传》的第3卷中也有提到，这个墨田底迦是在佛陀涅槃后100年出现的。还有《大唐西域记》第3卷，玄奘大师所写的，里面也有提到说，这个墨田底迦呢是生于佛陀涅槃后50年。然后说他是阿难真正的教法继承者。所以呢，从上面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按照北传大部分的这些文献都说，这个墨田底迦他应该就是按照了阿难的授记，还有这个他的阿难的遗嘱，就是到了克什米尔去弘扬佛法的。但是呢，并没有很明确的说他是阿难的亲传弟子。
所以从里面大部分就是说，他是穆田底迦依照阿难的授记跟遗嘱到了克什米尔去弘法，但是并没有明确说他是阿难的亲传弟子哦。另外呢，根据锡兰的传承哦，这个穆田底迦呢，他是在法阿育王的时代受一位叫穆建连子弟须的指派，前往克什米尔弘法。那大约是在佛陀涅槃后的160到170年之间。但是呢，我们在讲这个护法藏，尤其呢是在藏传佛教的护法藏传承里面，都有将这个默田底迦哦，可以说有点强行纳入到护法传承当中。那其中的一个原因哦，就是将默田底迦哦，特别可以说强行的放入到这个护法传承的一个原因，在多罗纳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哦，他提到。所以简要就是说，一些克什米尔人说呢，默田底迦必须计入护法传承之中，因为什么呢？因为默田底迦在中印度护持教法15年，那个时候呢，圣者商那和修的弟子还很少。那么默田底迦呢，到克什米尔之后，商那和修才护持这个教法，所以这个护法传承应该是应该是8代所以就不只是7代，应该是8代，就这么说法。接着呢，当然呢，他里面又说，但是其他的人又说呢，这个默田底迦呢，他调伏了迦什米尔，这是导师的一个授记，也是阿难的这个吩咐。但是受阿难交付教法的只有商那和修，因此呢，护法传承只有7人。所以西藏的藏传佛教的诸位上师，大部分都是依从后面的这么一个说法的。所以如果说是8代的话，就是阿难，阿难之后是默田底迦，默田底迦之后才是商那和修。但是如果说是7人的话，就是阿难，他直接传给了商那和修。所以无论说这一位默田底迦他是谁派遣到克什米尔，因为北传文献说他是阿难派遣他去，那么锡兰的文献、南传的文献呢又说他是这个另外一位子弟须派他去，穆建连子弟须派他去的。但无论如何，他都是在那个地区最早传播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在后来呢，克什米尔的当地的人都很重视他，而且后来又说克什米尔的这个说一切有部，尤其是克什米尔有部势力是很强大的，所以呢，由于他们势力很强大，所以他们就强力的主张要将这个默田底迦呢纳入到这个护法传承当中。所以这个是现在很多学者的一个结论。一般来说，我们在谈护法传承这个谱系，这个衣钵的传承，到底是不是需要具备和尚跟弟子的关系，或者说一种师徒的关系？但其实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的研讨的问题。例如我们说，譬如说阿难的这个受戒的和尚，是不是大迦叶尊者是存在争议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呢记载说，阿难的和尚是叫做具实力迦叶。虽然像包括祖拉称哇等等这些学者认为呢，这就是大迦叶，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具实力迦叶，就是大迦叶尊者。但是呢，同样在说一切有部律的杂事中记载，佛陀在荼毗的时候呢，
当时呢，这个大地上有4位大声闻，一个是尊者这个阿若憍陈如，然后第2位是尊者大劝导，第3位是尊者实力迦摄，再来是尊者大迦摄。所以从这一段文字可以很清楚看到，实力迦摄还有大迦摄是2个不同的人。即使说实力迦摄还有具实力迦摄是有差别的，但也很难找到它的文献依据哦。但巴利律藏中呢也记载，这个阿难的这个和尚就受戒师哦，他是叫做贝拉塔希拉。所以总之很多学者们认为，这个大迦摄他可能不是阿难的这个受戒和尚。一般来说，我们说护法传承，或者说这个律师的传承，就是所谓的受戒和尚的这个传承，它应该是有点区别的。护法的传承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在谈的，它是关于这个佛教的一种领导权的一个传承跟延续。它由前一任的领导者呢，将这个护持教法的责任交付给有能力承担的这个继任者。那么至于这个和尚的传承，就是一种戒律师的传承，它主要要追溯的是谁授予他别解脱戒，就是为他剃度受戒的这个和尚的这样一个系谱传统。所以在护法传承中呢，前任不一定是后任的这个有戒律上的关系的，并没有，也并不一定具有正式的师徒关系。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谈到护法传承，首先是大迦摄，再来是阿难哦。所以这里简单讲解一下哦。所以在大部分大家也都知道大迦摄尊者哦，他是在佛陀涅槃之后，当时僧团当中呢最具有威望的一位人物。他也是当时第一次这个经典这个教典结集的这个主持者。譬如说在四阿含中就有记载。四阿含藏文是没有的，但是这在中文跟巴利文中是有的。我们在去年课程中有介绍过。像四阿含中就有记载说，佛陀呢曾经将这个法座的一半让给大迦摄，然后请他呢为大众说法。而且呢，佛陀亲自将自己的这个粪扫衣跟大迦摄的这个袈裟交换。所以最后大迦摄圆寂的时候，他就是穿着佛陀给他的这个衣服，然后就说是就在这个鸡足山里。所以佛陀他是这么的礼遇大迦摄，这代表了什么呢？这显示说，在舍利佛跟目犍连圆寂之后，大迦摄可以说是就成为了最适合代表佛陀的一个长老。所以因此呢，就算阿难他的和尚受戒和尚可能实际上是另外一位比丘，但是基于这个大迦摄的威望跟功德，所以呢将他列为这个护法传承的第1位哦，似乎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选择。一般来说，四阿含中的记载，还有律藏中的记载，关于这个大迦摄和阿难之间存在一些不和，都有记载哦，都存在一些不和。甚至在佛陀涅槃后，就是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大迦摄还就列举了阿难的过失哦，就将他排除在这个第一次结集的成员之外。但是呢，在大迦摄圆寂之后，
这个佛陀的著名弟子当中再没有人能够跟阿难相比了。再加上呢，阿难很长寿，所以他的影响力、威望就逐渐增强。像是《长老记注释》还有《大智度论》里面，这几部著作里面有记载说，阿难呢当时担任了佛陀的侍者是25年。所以我们可以算一下，如果他一出家就成为佛陀的侍者，那么佛陀涅槃的时候，阿难大约是45岁。然后佛陀涅槃之后呢，阿难可能又活了30到40年。所以由于阿难他的寿命和事业都很广大，所以后来到第2次结集的时候，很多各部派律藏都有记载第2次结集的时候，8位著名的长老当中，至少有6位是阿难的这个弟子。所以呢，因为总之大迦叶圆寂之后，就是阿难，他就是第2位是这个护法藏，所以这简单讲了一下大迦叶跟阿难。阿难之后的第3代护法传承者就是商那和修。根据《阿育王经》里面记载阿难的弟子就是商那和修。他出生在王舍城，但是他弘法的地区主要是在西方。那现在存在于各个部派律藏在讲这个第2次结集的时候，都记载到了这个佛灭100年左右的一些著名的长老，就是第2次结集的著名的长老。那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比较一致的是说的是东方呢，就是这个一切去这位长老。那么西方呢，主要是离婆多，还有或者说还有一位叫三浮陀。在巴利律藏中出现的这个三浮陀，它就叫做三浮陀商那和修。是这样子记载他的。所以这是第2次结集呢，各个部派都承认的3位著名的长老几位著名的长老。还有刚刚也讲到说，巴利文中提到的这个律典中谈到的三浮陀商那和修。但是呢，在中文的这个文献当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三浮陀。就是只有提到三浮陀，没有提到三浮陀商那和修。所以总之，巴利文称它叫做三浮陀，然后后面还加一个商那和修。但是呢，还有中文里面并没有前面三浮陀这个名称，只出现了商那和修。总之呢，这2者呢都被记载为是阿难的弟子，而且呢，时间上来说呢，他们也都是佛陀涅槃后大约100年左右的一位大师这样子。同样呢，就他
住的地方呢，据说就是在就是叫做阿霍恒河山，阿霍恒河山。所以这是巴利文里面记载的是这样。那阿育王经里面记载呢，商那和修是住在优曼图山。所以虽然这个山名是不同的，但是呢，这两份文献啊，就北传南传也好，都很清楚的说，这座山哦是可以乘船到达的一个地方。所以由于上面的种种一些这些理由，那么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说，这个第二次结集时候的这位长老叫三浮陀商那和修，就是巴利文里面会记载的，跟富法藏里面的这位商那和修呢，他们认为是同一个人。那么当然这个之后我们在讲南北传富法藏的差异的时候，那到时候会再讲的比较清楚一些。所以总之我们现在讲回啊，就是在讲阿育王经里面提到的这个富法藏的传承。所以呢他之后商那和修之后第四代护法者就是优波居多。那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到优波居多，像是增一阿含经中也有对于优波居多的授记，阿育王传中也有记载说佛陀对他的授记。那么关于这位优波居多出现的这个年代哦，那么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优波居多的晚年呢，刚好是这个阿育王的时代。那阿育王的时代主要是他登基的时代哦，大概是在佛涅槃后160到170年之间。所以如果说优波居多跟阿育王是同时代，那么因为据说优波居多是在佛陀涅槃后100年证得阿罗汉果的，所以如果当时他20岁哦，那么阿育王登基时他应该是130岁。虽然这并不是不可能哦，但确实难以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现代的一些学者是认为哦，这个北传佛教中说优波居多呢是跟阿育王同时代，是将这个黑阿育王跟法阿育王搞混了。因为都有阿育王的名称哦，但是他错误搞错了。那还有一部经叫《舍利弗问经》哦，又记载到这位优波居多呢，说是在他之后出现了叫孔雀阿育王，就说阿育王是在优波居多之后才出现的。那这是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所以如果按照舍利弗问经来说来看的话，优波居多活了大概100多岁，然后在阿育王出生之前圆寂了。
那么这跟多罗纳他在印度佛教史中说的比较相符了，因为他说阿育王年轻时候是这个他晚年是优波居多晚年是相符的，但是呢，另外一位这位觉囊派尊者仍然说，这个法阿育王是佛陀涅槃后100年的一个人物。这也被认为说是跟黑这个阿育王混淆了。当然，这个觉囊尊者他也是不容易哦，因为这个阿育王好像有很多位。有黑阿育王跟法阿育王等等，因为他没有分清楚这个，所以会搞混哦，就是2位阿育王到底是哪一位？总之呢，优波举多之后就传给了叫提多迦，所以他是第5代的护法藏传承者。他的名字在阿育王传啊、护法藏传啊等等这些文献当中都有记载到。那根据这个护法藏因缘传哦，他出生是在摩偷罗。那么在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说呢，他是出生在圣地的叫乌蒂亚纳的国中一个富人的儿子。那么虽然他跟这个法阿育王是同时代，但历史上呢没有记载说他们有这个交往过。没有结下什么样的这种法缘哦，因为根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的一个记载，可能是因为原因是他晚年呢比较多病，所以没有办法很到处去弘扬佛法，所以他就只能在同一个地方住着。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历史上没有很多他跟阿育王的这个互动。那么他圆寂的时间呢，就是这位提多迦哦，大概是在阿育王的末期的时候呢，他圆寂了，大概是佛灭后240年左右。那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就是我们讲的《阿育王传》也好，还有《大毗婆沙论》的新译本、旧译本，还有《护法藏因缘传》等等哦，这许多的文献呢，都很明确的记载到说，在优波居多在世的时候，很多经典都已经散失了，然后僧团呢也开始分裂了。所以这显示什么呢？就是当时在优波居多那个时候，当时护法传承的这个威望已经不像从前的那样的护法传承那么样的稳固了，也不是那么受到重视哦。所以总之呢，这个护法传承的消失，主要是因为僧团呢在见解还有行为上的一个分歧，所以导致了部派逐渐的分裂，然后僧团也失去了一个统一性。所以无论是多么优秀的这个学者和尊者，那因为彼此之间都强烈存在着这种彼此的这种之分哦，所以就只能在
自己的部派中受到尊崇，没有办法成为整个佛教的领导者。所以从这些文献里面可以看，大概就是在优波局多之后，慢慢的这个僧团就已经开始分裂，就不是那么稳固了。整个僧团，护法传承的威望也不是那么的稳固。所以这里我们谈到了五代的传承。所以这个五代的传承，总之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框架，它是我们之前课程中谈到的那个护法藏因缘传的一个核心框架，就是这五代的传承。还有呢，讲这五代的主要的文献就是阿育王经，还有阿育王传。主要呢，这两部文献整体的内容都聚焦是在阿育王的时代，所以就借由将可以说护法藏传承，还有跟这位历史上伟大的一个护法这个法王相连接，所以也很大的这个可以说增强了它的整个的权威性就护法藏的权威性，还有一种历史感。还有呢，这个护法藏的五代的这个衣钵传承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很有鲜明的说一切有部的特色。因为这个优波举多，它主要弘法的地方就是在摩偷罗，这里就是说一切有部的主要据点。还有这里我们刚刚引用的阿育王传、阿育王经里面所谈到的这里的五代护法藏师，跟南传佛教会谈到的叫五代律师戒律的律师的传承呢，它也直接有形成一个对比。其中主要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北传就是说一切有部，跟南传就是分别说部。对于这个阿育王的导师到底是谁，有不同的这个答案。那么北传认为说是优波居多，但是南传呢认为是目犍连子地须才是阿育王的导师。所以关于这一点呢的内容在后面再讲。接下来要再谈一下的是第三点，就北传佛教里面的第三点，就是其他律藏还有文献中的差异。所以之前我们北传佛教谈到了是第一个是护法藏因缘传里面的内容，再来第二个我们刚刚谈完了，就是阿育王传还有阿育王经里面的五代护法的这个传的说法，不同传承的说法。接下来这一段第三段主要是谈说在其他律藏当中还有文献中又有一些什么不同的说法。所以首先呢，要谈的是大众部律的这个护法藏传承。再来呢，会要讲一下的是北传佛教的这个禅宗的西天28祖说第三是做一个总结。所以首先谈一下大众部律的
谈到的这个护法藏的传承。那么北传佛教的律藏啊，还有跟其他历史文献在讲这个护法藏的历史的时候，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说，这个摩诃僧祇律里面，它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这个护法藏的传承，但是其中呢有记载到第二次结集，也叫700结集哦。参与这个结集的这个阿罗汉的名单，它是有记载的。那最主要的有8位这个阿罗汉的名单。那这个名单跟南传佛教还有说一切有部的文献记载是不同的，所以显示出呢，这个大众部他自己有他独特的一个历史观点。尤其我们可以看在大众部的属于大众部的一部文献叫舍利佛问经哦，这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护法藏的一些内容。他这里提到说，我涅槃后，大迦叶等当共同分别作为比丘比丘尼的大依止于我无异。迦叶传付阿难，阿难付莫田地，莫田地付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传付优波举多，优波举多之后，有孔雀王、阿育王出世，于是弘扬经律。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就是将这个之前我们谈到的那位叫莫田底迦，把它呢放在了阿难和商那和修之间。也就是说，阿难传给了莫田地，或者叫莫田底迦，由他再传给商那和修。那前面呢，《护法藏因缘传》中是说莫田底迦是另一个这个旁支传承。也就是说，他是阿难，只是嘱咐他，要他去克什米尔弘法，他这算是一种，可以说是旁支的传承，不是属于这个正统的护法传承。那么虽然说，阿育王传中啊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暗示哦，但在正文中他也没有将这个莫田底迦哦计入到这个护法传承的。所以里面呢，就是有提到说，他嘱咐阿难去，阿难嘱咐他到克什米尔弘法哦，并没有，总之并没有很明确的文字说他是属于这个护法传承的其中一位。再来第二个呢，是讲一下北传佛教中，北传佛教中的禅宗的一个传统说法，就我们现在大家会说的 Zen 的这个传统。在藏传里面会称这个叫汉地的这个和尚这个传统。那他们有这个西天28祖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就是从佛陀一直到菩提达摩这样子来算的话，有28祖。就菩提达摩呢，将禅法带到了这个汉地，然后在那边弘扬。
所以呢，这是禅宗特别的一种传统，叫西天28祖说。那这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创新的、革新的一种说法。那这主要来自于中国佛教的禅宗。所以这个西天28祖的说法哦，它是保留了这个《护法藏因缘传》里面主要的框架，但是呢，它对这里面的内容进行了改造，还有这个扩展。举例来说呢，它延长了这个传承的系谱，因为禅宗啊，在看到他们在列举这个西天祖师的数目的时候，从这个《护法藏因缘传》里面的大概23、24位左右，它延长到了28位。它是基础什么是一样的呢？是从大迦叶到僧伽耶舍，这是一样的，但又增加了后面几个祖师，比如说增加了叫婆舍斯多，还有布如密多、般若多罗，再来就是菩提达摩，加了这么几位。同样呢，还有他们一个特质是，他更换了这个核心的人物。最重要的呢是第28位的这个祖师，这是禅宗最终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所以他是将这样的一个正法演藏哦，直接传入了中国。然后再来是目的是不同的，就是禅宗的这个28祖的传说，并不是为了叙述历史，而它重视的是一个口诀哦，一种口传的正统性。这禅宗用词叫教外别传的这样一个正统性，有点像是一种另外的传承哦。所以为了要证明它的这个教外别传的正统性哦，而且所以就要说它的这个传统，它是直接源自佛陀，也代表说它是不立文字哦，重点不是文字上，重点是口诀这个传统上的一种正统性。所以28祖是哪28祖呢？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这里比较的呢，就是昨天我们谈到的，之前课程谈到的《护法藏因缘传》的那里面的内容，但是另外一列呢，就是禅宗的这个28祖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梵文哦，在这里，大部分这里说大迦叶、阿难，还有。还有像特别第3组是就是墨田底迦又放进去，然后在之后第4组是商那和修是一样的，然后再来优波居多是一样的，地底迦也是一样的，然后等等等等，大部分都跟阿育王传大概是一样的，但是从第6个之后是有些不同的。《护法藏因缘传》里面是毗婆家等等，所以有些你可以看到又一样，有些又是不同。总之，
那当然，《阿育王经》《阿育王传》都只有到第5代护法藏师，但是到禅宗这里就有24位啊，对不起，28位哦。那护法藏因缘传是24位，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大概到24位都是一样的。那后面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多出来的几位，所以可以看出就是有波舍斯多、波罗蜜多、般若多罗等等，这些是不同的。那最后呢，就是菩提达摩。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北传佛教中，各个派别的律藏中，那么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护法传承的说法，但是实际上呢，它并不是教法附主的传统，它主要可以说就是戒律的，就是律师的一个传承，或者说戒师和尚传承。这种传承呢，跟南传佛教的传统就很相似了。因为南传主要很重视的就是和尚的或者说戒律的传承，所以总之北传的律藏当中的内容，当然说一切有不，有些不同的说法，但大部分其他的都是有关于这个律师的传承，所以跟戒律有关的传承。所以这个我们在之后，这跟南传很像，所以我们在讨论南传佛教的传统的时候再说。所以这个呢，就是北传佛教里面的一些不同的律典的说法。再来是北传说法的一个总结哦。那首先我之前谈到的一位叫护法藏因缘传，它可以说是最早的，也比较完整的、最详尽的一部。可以说是记载这个护法藏这样的衣钵传承最详尽的一部著作。但是呢，它并不是一部单一的传承说法，它是汇集了、整合了其他很多的说法，然后还有很多部派早期的传承等等等等内容，编织成一个很漫长还有没有中断的这样一个传承的系谱。那么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可以说就是5代护法传承，这可以说是整个的基础。那比如说第一位就是大迦叶，佛陀涅槃之后他是僧团中的可以说最重要的了，中流砥柱一样。他最大的功德就是召集了第一次结集，然后统一了经律2藏，然后他可以说就是一个佛陀涅槃之后没有争议的一个领导者。然后他之后又传给了阿难。阿难尊者讲到他，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作为佛陀的侍者，然后他可以说最完整的听闻到佛陀大部分的教法。所以大迦叶涅槃之后呢，这个阿难尊者就领导了僧团有数十年。在他的晚年呢，他就将这个教法传给了商那和修。同时呢，他也派遣他的弟子叫莫田地或者叫莫田底迦，前往这个印度西北部的，就是迦什弥罗，就是克什米尔那边去弘法。
再来第3位呢，就是商那和修。在商那和修之后，就是优波举多，还有在之后是提多迦。所以阿难的弟子商那和修，还有他的弟子就是优波举多，他们是师徒。所以根据北传说法《阿育王传》记载，优波举多是阿育王的导师。而且这位优波举多呢，他是时常会展现神通来说法，所以他就引导了这个阿育王皈依了佛教，然后也因为阿育王的护持，这让佛教开始可以说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种宗教。总之呢，在优波举多之后，教法就传给了这个提多迦，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北传佛教的一个说法。那这个里面呢，当然我们前面提到像大众部律，还有这个禅宗的西天的28祖啊等等，又有一些不同的说法的。那以上呢就讲过了。好，那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